有美国的前国安官员提出警告，讲台湾若是发生冲突，即中国甲罗西亚真有可能会联合作战。英国智库嘛讲，罗西亚恐惊是会乘作中国的靠山，提供军事支援，对咱台湾来讲是真大威胁。中共无放弃武力反台，真侪摆甲罗西亚展开联合军演。今年9·3阅兵，各对外展现两国是战略合作友好，引起区域国家烦恼。经美国国外国安官员来特示警，台海若爆发冲突，中国罗西亚可能协力作战。罗西亚开第二战场，分散美军甲友民的注意力。美国也早已察觉，所以川普总统他一直说要把中共跟俄国，这是他的战略协作伙伴拆开。国际骇客组织黑月也破获一些中俄合作的一些军事密件，包括俄国可能提供中国新的空降装备，来扩大它空中兵力的投射。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报告也讲到，罗西亚安怎协助中共夺取台湾，包含国防工业可能乘做中共战略后患，加同意提供战车训练强军的空降部队，强化联合作战，对台湾乘做严厉挑战。请启动。海委会积极反制中共铺设地带侵扰海洋威胁，进前发布海洋政策白皮书，要起新一代巡航舰艇，加国小无人载具，推动咱国际专家加强装自动识别系统 AIS。他执行这种奇怪任务的是民用船只，像例如说这个，他可能在这边执行这个模拟他的这个装卸任务的肉船，或者是像这种这个要破坏海洋的这种权益船。那大概是类，或者说是他可能要侵犯我们海域的这种船，他才会不开 AIS。针对中国宽基轮修令船故意破坏咱海底电缆，学者分析，脑专家故意关 AIS， 无排除执行任务，还存透过间谍无人机长时间监控科技的专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